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8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9篇21节到31节，以西结书20章第1节到17节，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到第14章的第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同工。圣经从创世纪的族长时期开始呢，到祭司啦，到士师啦、先知啊、国王等的职务，看起来好像人代替了上帝在世界上管理人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看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，就从所谓的神制到神人制，到人神制，到的人治，现在社会强调民主法治。其实人在这里面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独的事情，即便是所谓的集权统治，也要有许多人一起来共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有一些人甘愿成为集权的走狗，才能成就这种集权。基督信仰的角度中，我们说人受呼召，无论担任什么样的职务，其实都是要成为上帝的仆人，与上帝同工。以西结书第20章第1节到17节提到了先知的工作。我们流亡的第7年5月初时，有些以色列的长老在我面前坐下，向我询问上主的旨意。那时上主对我说话，他说：必朽的人啊，要告诉他们，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：你们来求问我的旨意吗？我指着自己永恒的生命发誓，不准你们求问。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：必朽的人啊，你已经预备好要宣告他们的罪了吗？宣告吧，叫他们记起他们的祖先所做的那一些可恶的事。你要转告他们，我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：我拣选以色列的时候，曾向他们发誓，我曾在埃及向他们启示自己，发誓说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。那时我要应许要领他们出埃及，带他们到我为他们选定那块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，是世界最富饶的土地。我命令他们抛弃他们所爱的那一些可憎恨的偶像，不可拜埃及的假神来玷污自己，因为我是上主他们的上帝。可是他们背叛我，不听从我，他们没有抛弃那些可恶的偶像，也没有放弃埃及的假神。那时我想叫他们在埃及尝到我的烈怒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。我不愿意我的圣名被毁谤，因为我曾经在他们侨居的人民面前向以色列人宣布，我要领他们出埃及。于是我领他们出埃及，带他们到旷野，我把我的诫命也赐给他们，把我的法律教导他们，使遵行的人都能够存活。我也命令他们遵守安息日，作为我们立约的记号，要提醒他们，我上主使他们成为神圣的子民。但是他们在旷野就背叛我，他们不遵行我的法律，拒绝我的诫命。虽然遵行的人能够存活，他们彻底玷污了安息日。我本想在旷野向他们倒尽我的烈怒，消灭他们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。我不愿意我的圣名被毁谤，因为列国都看见我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。所以我在旷野发誓，我不领他们到我要赐给他们那块流奶与蜜的土地。这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地。我这样发誓，因为他们拒绝了我的诫命，
不遵行我的法律，玷污了安息日。他们宁愿拜他们的偶像，虽然如此，我仍可怜他们，决定不在旷野消灭他们。先知呢，当然是要当成上帝的同工嘛，成为上帝的代言人，传递上帝的旨意与话语。上个礼拜有前几天的经文呢，我们谈到了安息日，那在昨天的主日也谈到这样的主题。既然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，那么基督徒受呼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就是要实践那个使人得安息的诫命，成为主的同工。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到第4章11节，当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呼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不能刚硬，要成为主耶稣基督忠心的同工。所以正像圣灵所说的，今天如果你们听见了上帝的声音，你们不要顽固，像从前背叛了上帝，在旷野里试探他一样。上帝说，虽然40年当中你们的祖先曾看见了我的作为，他们还是在那里试探我，考验我。因此我向那时代的人发怒，我说他们都不忠心，又违背了我的命令。我在愤怒当中发誓，他们永不能得到我所赐的安息。我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当中有人心思败坏，不肯相信，背离了永生的上帝。但是为了避免你们当中有人为罪所迷惑，心肠刚硬，你们要趁着还有所谓的今天的时候，天天互相劝勉。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当初的信念，始终不变，那么我们就是基督的同工。圣经上这样说，今天如果你们听见上帝的声音，你们不要顽固，不要像从前背叛上帝一样。谁听见上帝的声音而背叛了他呢？岂不是摩西从埃及带领出来的人民吗？在那40年，上帝向谁发怒呢？岂不是向那一些犯罪沉尸于旷野的人民吗？当上帝发誓说他们不能得到我给他们的安息，是谁向谁发的呢？岂不是向那些背叛的人民发的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享受到安息，是因为他们不信。第4章第1节到11节比较长，请大家来自己阅读了哈。所以呢，基督徒要成为上帝的同工，就需要来学习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安息，一样的使人因为我们而进入安息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好的同工。诗篇109篇21节到31节。但是至高的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应许帮助我，因你的慈爱至善拯救我。因为我穷困贫苦，我内心伤痛至极，我像黄昏的残影逐渐消逝，像一条蝗虫被堵掉。我的膝盖因进食而酸软，我的身体因消瘦而衰弱。看见我的人都戏弄我，他们摇头讥笑我。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因为你有不变的爱。求你拯救我，让我的仇敌知道你就是救我的那一位。尽管他们咒诅我，你却要赐福给我。愿迫害我的人败散，而你的仆人欢乐。愿我的仇敌蒙羞，像穿外袍一样被披戴耻辱。我要高声赞美，感谢上主。我要在群众的当中来颂赞他，因为他为穷苦人伸冤，救他脱离定他死罪的人。感谢上帝呼召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同工仆人，让我们成为安息日的同工，使人因为我们而得到安息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